科技经济的新蓝图，又是热心公益的神秘嘉宾，就是我们的郭台铭郭董事长，也是大家现在都用台湾阿扁哈来这个与我们的董事长呢来这个一起来为我们的台湾一起来努力。再一次谢谢郭董的莅临。 大家好，我是今天大会的主持人哈娜，来自太鲁阁族。我是今晚大会的主持人 Login Hana 姚宇谦，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那我们活动呢即将正式开始，现场请熄灯。 2023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南岛的故乡正式开始。 哇！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不管在线上还是线下，来自全球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2023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南岛的故乡的活动现场。今天非常开心，今天来到第3夜了。 奇来平原之夜哦，非常的开心哦。前面呢，我们经历了第1天的秀姑峦溪之夜，以及第2天的花莲新之夜。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天奇来平原之夜。
希望都能够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原住民联合丰年节。是的，在今天非常感谢来到了许多的长官和贵宾，接下来由我们为大家来一一的来隆重介绍。首先为大家介绍的，也就是呢，这一次能够带领花莲走向世界，世界走进花莲的5姓县长，花莲县长徐祯卫。欢迎县长。好，他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族名，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叫做米索西鲁、巴奈、汉娜、乌里，这都是花莲六族的族人献给现场的名字哦。所以呢，县长也是我们的族人呐，没错，都是一家人，绝对是我们南岛的一家人。是，接下来要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立法委员哦，也是我们过去呢一直幸福的推手傅昆萁委员。欢迎委员。欢迎委员，他有族名哦，叫做建笋呐哈，垃圾哦，谢谢委员的莅临。继续未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立法委员郑天才委员、苏拉巴赵委员以及他的夫人王慧玲。欢迎委员。这个夫人哦，谢谢夫人。好，夫人身边坐的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孔文吉，孔委员。欢迎委员。谢谢彭婉仪苏巴代。继续要介绍的就是呢，我们的高金素梅委员，高委员有吗？今天听说来哦，还在摊位，对不对哈？跟族人在一起，非常谢谢。继续要来为大家呢来介绍的就是呢，打造了我们亚洲的科技岛。刚刚其实呢，很早就来到会场，逐一的向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呢来挥手致意哦。让我们掌声欢迎鸿海科技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郭董。欢迎董事长。谢谢郭董今天的莅临，谢谢。继续要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花莲县议会的议员们。首先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阿美族小辣椒迪布斯伊的议员。欢迎议员，欢迎。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我们是简志龙议员。也在摊位跟我们的民众。好，我们周俊佑议员也在摊位哈。好，郑乾龙议员。好，欢迎议员，欢迎议员。杨华美议员，欢迎。以及我们杨议员身边坐的是我们徐子芳议员呐，相亲的麦克风，欢迎。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头目李国成，李头目。欢迎头目。以及我们今天现场，吴建志议员。欢迎议员，欢迎。还有我们现场呢，穿着红色背心、红色帽子，我们所有在部落的精神领袖，所有头目们，打棒们，请起身接受我们的欢迎，欢迎你们。谢谢所有长官贵宾的莅临，马上为大家郑重的邀请我们的5姓县长徐祯卫县长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掌声欢迎县长。大棒诺尼亚拉，还有我们的太鲁阁族李国成部落事务组长，以及傅昆萁委员。以及孔文吉委员，还有斯拉格赵委员的夫人王慧玲女士，以及所有的议员，今天远道而来祝福的我们的郭台铭董事长，另外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以及所有的嘉宾，所有的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吼，不要说那么好，那呀爱的。马希扎多乌尼囊米红米上，大家好，大家晚安。县长好，非常的欢迎，今天来到花莲参加我们联合丰年节第3夜，奇兰平原之夜。而花莲这3夜每一天都非常的精彩。然而，我们用地理位置来跟大家介绍花莲县的我们的族群的分布。从第一个晚上，秀姑兰溪之夜在我们中区是第2个晚上花莲溪之夜，而今天是我们的北区有我们的这个奇来平原之夜。每一夜我们都守护着我们自己的文化，每一夜我们都用文化与各个族群以及各个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分享。无论是台湾是南岛文化的一部分，
而今年我们更远到了纽西兰大溪地。我们计划未来到我们至东的极点，到我们复活节岛以及至西的极点马达加斯加岛，再到至北的极点夏威夷。而这么远大的一个面积，已经占了世界的24%，这就是南岛语系整个大的轮廓。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欢迎大家让花莲走向世界，世界看见花莲。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今天会由我们李国成部落事务组长代表花莲县全县的原住民族来欢迎大家，也为这个活动来祈福。再一次欢迎大家，花莲是一个接受我们上天主灵祝福的地方，我们的主灵也会祝福我们在座所有参与以及所有圆满这个活动的所有的家人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喜乐。祝福大家，萨勒门登大阿赖，我欢喜巴赖，谢谢县长。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太鲁阁族的部落事务组长李国成李组长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Dudul alang skangke bukungta hana. Kana dumudul kengken alang, tunuh dumudul kengken alang. Ni suyang pengangkari. Ajol kana ita mensuai lupung bebiah na mukana. Suyang balai jiak sayang. Kemana sayang o? Mendata mukul balai. Taduh balai lindungan tak? Miyata msupu makalas, sepuan makalas, sun msupu kelasan kencian. Tolo kemana ke sayang o? Maju badai, kalas tak kerja. Manu sun ka dadu sayang o? Labi keman, tadu sebelanuh kelebihun kilai sun keman sayang. Mata makalas badai, ayat sengion. Henang tak kenalas sembuh diak kelebihun. Ajolo hendak nao ndeka silong tembok seka lenongan ta inda songi aita sengyong kanak jiak ni ana sonio ita ta lama tamdaho utu tabalo yasa badai bi tetuku badai dengai nia ita sejak ketiak ajolo niak siau silong niak siau yayong ita niak angka utu talodan dolek nia mita balai Mlahang be udata dolek niya o tayo sumha ay tamo da skriputs ajulyo mudata takul mahatam seblayak balay ni ay da dua selocek nani kanta babadhagan hana tanyule balay bimblah ni kabe kangkila niya lemun niya genalu niya kaduna so semalu ka adang sekangki ni takon na so sebelah ni sebelayak makalas ke dia. Masih kedok karena itu mensuai. Tai som sebelayak karena ka kengkialo sapana mo. Ya mole mahanu makalas bebiah ke dia. 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我欢迎巴来，我欢迎巴来，谢谢头目。那头目这一段的话呢，我们简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呢，我们要带着这个最温暖的热情来参加我们的联合丰年节，而且呢，我们是受到天父的眷顾以及祖灵的照顾，一定会赐予我们足够的食物跟欢喜。那县长呢也非常的有能力跟爱心，带领他的优秀的工作团队，一起同心的来造福这个地方，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为这个城市呢奏起最悠扬的乐章。谢谢头目的祝福。接下来为大家邀请我们的特别嘉宾呢来致辞哦。介绍的是呢，这位呢是打造了亚洲科技岛，创造了科技经济蓝图，而且呢，他现在是我们的永龄基金会的创办人郭台铭郭执行长，掌声有请。欢迎执行长。各位现场的嘉宾、
不管你来自哪里，很多都是来参加这个2023年花莲原住民联合丰年节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谢徐县长的邀请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我非常的惊讶。在我印象中，花莲人都是观光团，来匆匆去匆匆。但看到今天呢，这里有吃有喝，又可以看，让我回想到若干年前在夏威夷参加他的那个原住民土著的晚会一样。还有等一下还应该有跳舞表演，所以呢，非常高兴，也看到了徐县长呢，把一个节日呢做成3天的活动，而且很多的摊位，也是这个有很多摊位，有很多的观光客来，除了增加了观光收入的来源以外，最主要的是能够把原住民的文化扩散到全世界各地。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也能越做越大，也能够吸引将来不止我们台湾，甚至于很多日本人喜欢到夏威夷去。我们认为比较近的地方有花莲，让他们能够到这边来。我刚刚呢学了几个原住民的你好的话，实在不敢献丑，但是呢，来这边就是要献丑，博得大家一乐，对不对？对。如果做不好的话，我努力学习，明年再来我会讲得更好，好吧？先讲阿美族。来吼！来吼！来吼！有几分了？100。来吼 ！OK。噶玛兰族，南亚达。哦，南亚达。刚刚5分钟前10分钟前学的，他们刚刚说我是第3个、第4个字词，结果呢，把我推到往前的。让我学习的时间都没有。南亚达，马尼扎多，萨奇莱雅族是噶玛兰族。马伊扎多，马伊扎多，就是萨奇莱雅。马伊扎多，萨奇莱雅族。是，没错，是不是？是。马伊扎多，马伊扎多。米乌米桑，米乌米桑维尼娜，米乌米桑，布农族，最南泰鲁格族跟赛德克族啊。恩比亚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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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阿来，谢谢，谢谢我们创办人，好棒好棒哦。仿佛就是我们花莲的家人哦。接下来呢，非常感动，这就是来到花莲就像回家一样，我们都是一家人。接下来要介绍这一位呢，是我们花莲的终身志工，当年呢以国际都会观光花莲，让花莲在国际上被看到的推手，掌声来欢迎立法委员傅昆萁委员，欢迎委员。这位县长。我们的好朋友台湾阿明郭董事长，我们孔文萁孔委员，我们在场所有的部落的耆老头目领导人，我们在场所有的各位贵宾，以及来自全国的各位好朋友，2023联合丰年节即将走入尾声。我们一年要比一年更好。今天
是闭幕夜。虽然我们现场群聚的人并没有昨天前天这么多，但是大家都看到徐正伟县长的用心，包括大溪地的表演团都亲自去邀请，跋山涉水，千山万里，搭乘23个小时的飞机，从纽西兰转到大溪地，终于把南岛语系的大溪地表演团请到花莲来，登上了全国最大的联合丰年节舞台。我们是不是给徐正伟县长跟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谢谢县长，还有我们所有的。从纽西兰到大溪地，一直到马达加斯加，带到复活岛，正伟县长一直希望把南岛语系能够带回这么大的太平洋文化的发源地，就是在台湾的东岸，也就是我们的花莲。我想这么多年来，花莲一定把最好的环境守护起来，因为这里有1000年的部落文化，有祖灵的庇佑。花莲每一条河川旁边灌溉沟渠，不得设立工厂，所以台湾的农特产品在花莲是绝对最纯净而无毒的，都是来自这块祖灵赐福的土地。我们的山坡地是不能开发的，为了让青山绿水长流，好山好水留给全国的乡亲，随时到花莲来，这个流南与蜜的故乡，我们守护这块净土，因为得到天地众神的护佑，更希望全国的好朋友有机会到花莲来的时候，这是一块上天祖灵赐福的地方，1000年传唱部落文化，而且有满满的磁场加持，在中央山脉跟太平洋之间，能够有满满的气场，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大家疲倦的时候、劳累的时候、受伤的时候、需要休息的时候，都欢迎来到花莲，在这里让你充了满满的电，能够再出发，能够给大家满满的祝福。我们给花莲掌声一下，好不好？花莲好棒！今天我们的台湾阿明，台湾之光，让台湾走向世界，让世界的贸易走进台湾，让台湾成为科技岛。今天他到花莲，我很少听他致辞讲话，他每一次到每个地方都很抗拒致辞，因为他会做事。台湾阿明真高做代志，不过还蛮恭维哦。我刚刚听到他讲话，很难得硬挤出这么几句，而且呢，还学了花莲6族的原住民母语的祝福，带给我们现场满满的乡亲。我们是不是也给台湾阿明今天热情到花莲？我们给大家掌声一下，好不好？谢谢国昌代言。再一次欢迎来自全国的好朋友，带给你们满满的祝福，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阿来，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委员。再次谢谢我们花莲的终身志工立法委员傅坤奇委员的致辞。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要正式的进入我们奇来平原之夜的主节目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水源国小舞蹈团德鲁古泰鲁格族的舞马西嘎巴里奇风。西嘎巴里呢是奇风，也是奇风的一个咒语。那德鲁古呢不只是彩虹桥的子民，也是风的孩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西嘎巴里来自水源国小舞蹈团。掌声欢迎！
Entah. Go
跟那鱼他们耍一根比呀大，跟那鱼他们耍一根比呀大，跟那大文跟那大文跟比呀大，跟那大文跟那大文跟比呀大。小将，我们的这位县长米索西鲁巴纳汉的乌里也在此呢，来再次掌声给我们的德鲁布小将。可以看到我们的李国成头目，我们的耆老，我们的组长呢也在这里呢，来向我们的德鲁布小将们，雅古德鲁布，嘣！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小小德鲁布。接下来呢也会成年，慢慢就来到了我们的青年的部落的勇士们，拿出他们最擅长的技艺，射箭，祝获丰收。非常感谢，谢谢县长，也谢谢我们李国成李组长呢起身来致意哦。非常感谢呢，由我们于展辉校长和田林新老师呢联合指导这个团体呢，连续全国特优6连霸的水源国小园舞队带来的西嘎亚巴里奇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东岸文化结合艺术协会，要为我们带来德鲁古泰鲁格族的舞马旗。那这个舞马呢，会用泰鲁格族的传统音乐以及传统的舞步，结合现代流行的元素，然后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旗。
花莲，我是阿 boss， 我回来了。Satu dagu, mati hamada isang hadasu. Satu dagu, mati hamada isang hatalaku. Muskung uduli, zau hamida savali. Muskung gahudas, zau hamida savwa. Satu dagu, mati hamada isang hadasu. Satu dagu, mati hamada isang hatalaku. Muskung uduli. Zau hamida savali, muskung gahudas. Zau hamida savali, yeah. Stu semanado, stu semastam manawadu dalah. She hinando, she hinando. Isang hadasu satu dagu, bading hamada isang hadalaku. Muskung uduli, zau ami dan sabalai. Satu dagu, bading hamada isang hadasu. Satu dagu, bading hamada isang hadalaku. Muskung uduli, zau ami dan sabalai. Muskung gahudas, zau hamida savai, yeah. Satu semanado, satu semastam manawadu dalah. She hinando, she hinando, she hinando, ballet， 全场跳起来！ 我是巴莱。再次谢谢由我们邱慧慧阿珍老师所率领的东岸文化结合艺术协会，尤其刚刚我们听到的主唱更是花莲的骄傲。我们的县长还有我们的李组长也在此起身来谢谢大家精彩的演出。我想呢，阿布斯呢，他是我们花莲在地的阿美族和混血儿的子女，那么也因为精通这2首语言，同为他创作音乐的一个流行元素的养分。非常谢谢精彩的演出。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原住民甜心勇士，要为我们带来噶玛兰族噶巴兰的表演舞马，遥想噶玛兰。那噶玛兰呢，是从祖居地宜兰，经过历史的一些变迁，移居到了花莲。那这一次的演出呢，是想要透过年轻一代重新的去唱回这些歌谣，来对这一段噶玛兰迁移的历史表达出他们的感念与感恩。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遥想噶玛兰》。 Solum baita, kada dona baita.
Manabae madaling, nyana manabae madaling, madaling sa tibo. Tani tuban man gusto hake, ay supay sa suko, ama. Salabu dita, budita uma, midaka, kadato siya babaw. Katiu pai ta kai lekudun, awitan niya na lekudun. Awita ni kabatana, ni habat kom ni rubas kawalu, pinahabas mai tuma, azazaka wis. Katiu pai ta kai lekudun, awita ni ana lekudun, awita ni kabatana, ni habat kom nirubas kawalu, pinahabas mai tuma, azazaka wis. Kebalan masang niji dahilan, kebalan masang niji dahilan. Buka masaji madaling sa kwalien. Katawan ya kebalan, katawan maida ya keb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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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awan
Katabanya kebalan, kataban baiknya kebalan, katabanya kebalan, kataban baiknya kebalan, kataban, kataban, katabanya kebalan, kataban baiknya kebalan, kataban, kataban, katabanya kebalan, kataban baiknya Katabanya kebalan, katabanya kebalan, kataban baik tanah kebalan, kataban baik tanah kebalan, nayawa kita. Katabang baik tanah kebalan, katabang baik tanah kebalan, nayawa kita, nayawa kita, katabang baik tanah kebalan.我奈，再次谢谢由刘星星老师所率的原住民甜心勇士所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们徐正伟县长以及李国成组长也在此起身向你们致意，谢谢非常精彩的演出。我奈，来自遥想噶玛兰，一个美丽的故事。谢谢。接下来也要让我们继续的欢迎来自四维高中以及奇来山艺术团，要为我们带来绑架阿美族的舞马，情定奇来，恋恋丰年。浪潮间游弋自如的阿美族，爱牵起了我们的彼此。恋丰年，随着我们共同的舞步，一起来爱这片美丽的大地以及无垠的东海岸。是由我们的演出团队由四维高中的同学以及奇来山艺术团，也经过呢长期的磨练，今天要带来最精彩的演出，借助各位掌声来欢迎他们的演出。la
吼哎呀，哎呀吼哎呀，咿呀哦哎呀。那鲁安咿呀那哟呀哦，那鲁安咿呀那哟呀哦，那鲁安那咿呀那哟呀哦，咿呀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哎呀！Matini, mararong kubarut sununiam. Saizer hatu kamu, amasa sungai atatusa amaramut hao.谢幕的有我们4位高中同学，我们的徐正伟县长以及李国成组长们也在此的起身，谢谢你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今天是我们4位高中的勇士们，阿赖，我们部会协委员也起身致意啊，丽与美的展现。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接下来是我们的奇来山艺术文化团，谢谢，让我们看到了部落妇女的一个韧性以及认真的生活态度。谢谢精彩的演出。
田林希老师呢所指导的四维高中，以及我们奇莱山艺术团，我们徐正伟县长以及吕国成组长也在此谢谢你们，谢谢带来精彩的演出，情定情来，连连丰年。接下来，让我们接着欢迎来自海星圆舞队，要为我们带来萨奇莱雅族的舞马那山那人那歌声，致敬10年缘起创作圆舞。经过9年的这个田野调查以及这个搜集资料，在这一次呢，我们要透过一个男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带大家来体会萨奇莱雅族的美丽。那大家会透过一张张的这个老照片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这个歌里面的故事。而这是成军有将近20年的海星圆舞队，每一次演出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今天晚上也要带给大家最好的视觉的感受，掌声来欢迎海星圆舞团。Nalu hayan
hai na luan yo ya hai yo ni hoian o ai ai na lu haian au in hoia hae hae hai oi ai na luan o ai ai na
不敢，谢谢由林杰龙老师所指导的海星圆舞队，我们徐正伟县长以及我们李组长，以及海星高中校长陈海峰校长也起身了，谢谢同学这么精彩的演出。谢谢校长，同时我们也要谢谢在今天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四维高中校长黄淑仪董事长，欢迎你，欢迎董事长，欢迎，以及我们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黄校长，欢迎校长，谢谢，让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参与哦。其实呢，这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谢谢由我们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创会长吴成会长带来我们80位的贵宾。贵宾们可否起身来接受我们的掌声欢迎啊！谢谢创会长，欢迎会长，也欢迎贵宾。谢谢花莲期间后所在也要谢谢我们的大英旅游我们总经理王国强王总经理的莅临，欢迎总经理，谢谢总经理。在今天，其实我们还要为大家来隆重介绍这一位，他不仅呢是我们阿美族的国宝的音乐人，我们今年南岛故乡的大会舞的舞曲也是来自我们这位国宝音乐师的一个创作，他就是呢远从台东来到现场，我们的扫东一赛戴老师，也是我们阿密斯嘎更乐舞团的团长，欢迎，非常的感动，谢谢扫东一老师今天的莅临，谢谢。今天呢，还有来自我们外县市，我们台北市信义区五常里哦，有我们的里长游玉静，由里长带领40位的贵宾，谢谢里长，欢迎里长，欢迎贵宾，年轻的里长，谢谢您。继续呢，还有是我们士林区天玉里的里长潘景雄潘里长，也有30位的贵宾，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动哦，一起来到花莲，感受花莲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花莲呢的暑假呢，当然有非常多的活动哦。现在除了我们现在正在参加的这个原住民的联合丰年节之外，如果我们往南边一点移动的话，经过了中区的鲤鱼潭，现在我们的红面鸭放暑假了。是的。红面鸭是由我们花莲县观光处呢，每一年都会在暑假期间呢，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带着宝贝来花莲好好的玩一玩。而7月1号开始，由花莲县农业处的一个芝卡轩清水乐园，占地1000坪清水乐园，让全家可以来到花莲好好的庆凉一下。当然，到了秋季，还可以听到我们的来自原住民音乐的原汁原著的法里音乐节。是的，而且这一届的这个法里音乐节呢，非常的特别，我们特别邀请了来自了也是我们南岛的家人，是马达加斯加的音乐人也会来到我们在9月9号的法力音乐节，所以呢，花莲诚挚的要邀请大家在9月秋天的时候呢，一起来到我们的瑞穗，不止泡温泉，还要来听好的音乐，品尝好的这个原味式的美食。是花莲是南岛的故乡，更是南岛的发源地。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南岛极境的一个建议计划。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大溪地呢就要准备来上场了。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来自大溪地的职业舞团黑大溪地，要为我们带来的芭蕾努伊。Tera, inia, yaura iwa itio tera, inia yaura I, tauhi ora, wita uwhenua, e me aroha, nahi o te iera, te patura, e me hoa itio tera, inia yaura I, tauhi ora, wita uwhenua, e me aroha, nahi o te iera, Te niu hikira e tapere te o where te ana pirira mara amu taurere
re te patai e he nā te awa mai te haere te ie o te vai nā hoa tāra he mai o purano o e mai o tātahi ai te o timo e hei tei te matai te niu i tīra i tapere te o wē te ana pirira mara au taure re te patai e he nā te awa mai te haere te ie o te vai nā hoa tāra he mai o purano o e mai o tātahi ai te o timo e Ora te toki te whia mana Tō tātou te whare re rai te ine mana Ora te hime re e te hui nā tira I te rie re oro arahi I kare nui e E whanana tātou e Te oe no tira nui e Te ie te tahua taone E hape rana mātou Ora te toki te whia mana Tō tātou ne whare re rai te ine mana Ora te hime re e te hui rā tira I te ie re oro arahi I pare nui e Te whanana tātou e Te oe no pira nui e Te ie te tahua taone E hape rana mātou Ora te toki te whia mana Tō tātou ne whare re rai te ine mana Ora te hime re e te hui rā tira I te ie ne oro arahi I pare nui e E whanana tātou e Te oe no pira nui e Te ie te tahua taone E hape rana mātou Iriti te ie no pare nui e Au mai ara o Tahiti E me ke ie no pare nui e Au mai ara o Tahiti Tēni ai te mahu e arai ahurai Tahua te iraro o tara hoki e O tu te tai o arahiri e E tō atoro tai o mata whaura e E ni ai te mahu e arai aura e Tahua te iraro o tara hoki e O tu te tai o arahiri e E tō atoro tai o mata whaura e Tai ono te miti te awai ki tō ai Pinai re o iuta Pinai re o tāua e Tau e tau whenua i tie Wae nui te waa wai wai Tai ono no te miti te awai ki tō ai Pinai re o iuta Pinai re o tāua e Ta te peki aura i Tahi noa mai, te noa noa e Te mai re rauri i, te mai re rauri ki a mai No whare rau ape, no whare rau ape E ua tō patanui, e ua ti te miti Te matai aura i, ta te hupe ki aura i Tahi noa mai, te noa noa e Te mai re rauri i, te mai re rauri ki a mai No whare rau ape, no whare rau ape E ua tō patanui, e ua ki te miti Te matai aura i, whātu te uai aura i Tō pata mai mai papa, muhu muhu o te pape ki aroha Nā hoata te ie, i te mai ora ora Mara amu te matai, te era whenua tirai Whātu te uai aura i, tō pata mai mai papa Muhu muhu o te pape ki aroha Nā hoata te ie, i te mai ora ora Mara amu te matai, te era whenua tirai Whātu te uai aura i, tō pata mai mai papa Muhu muhu o te pape ki aroha Nā hoata te ie, i te mai ora ora Mara amu te matai, te era whenua pirai
mitina arahi Watahei te papi mai ae E puehu te o nei taone Mara amue Mara amu te matai wharara mai nei Whati whati te mitina arahiri Watahei te papi mai ae E puehu te o nei taone Vai poa, vai poa O te pape tau hia E te manu E re te koe Vai poa, vai poa O te pape tau hia E te manu E re te koe Whatere, whatere e hae Whatere nā tai Whatere nā utai E na tau ai A here hia Whatere, whatere e hae Whatere nā tai Whatere nā utai E na tau ai A here hia Te wairo ara e hae O te wairo ara e Mānao nao ai O te pape o tau tino Mātau hiara e O te wairo ara e hae O te wairo ara e Mānao nao ai O te pape o tau tino Mātau hiara e Ara amue
Yorana Hualien, how are you? Now, we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traditional pei from Polynesia. First pei Matamua Purata. Now, te piti o te pei, tā ria ria. "这是来自大溪地的传统鼓声节奏。Te toru o te pei, pora pora. Te me tamatou pēho pēa, titi reina. Maruru mai tui.
县长起身，缓步地走到我们的圆形舞台，要来接下大溪地给予最深、最深的祝福。现场让我们响起非常感动的掌声，谢谢大溪地献给县长，献给花莲所有乡亲最深最好的祝福。
再一次把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我们来自大溪地的职业舞团Hey Tahiti。谢谢，我是瓦奈，阿来，古盖，晚内，谢谢，谢谢。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舞团的指导老师 Diane Chombe。那他除了是1990年 Hawaii Tahiti 节的最佳舞者之外，他在他28岁的时候呢，就创建了 Hey Tahiti 舞蹈学校。那 Hey Tahiti 呢，他们除了有丰富的国际表演及大型活动的表演经验之外，他们也在2022年荣获了 Hawaii Tahiti 节的职业组项目的总冠军。我们非常谢谢呢，这支冠军舞团呢，连续3天舞码完全都不同。如果您是连续3天都来，或是都有在线上观看，就可以看到他们专业的演出。不只是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在传递他们的文化和内心的故事。尤其在腰部、臀部的摆动的时候，更是呢如此的动感。服装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非常亮丽和华丽。在今天我们的大溪地的摊位上，也有他们的一些作品哦，所以诚挚的要欢迎大家，邀请大家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大溪地专属的摊位去跟他们交流体验一下。如果你看完了刚刚这段的演出，哇，心中雀跃不已的话，请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奇来平原之夜，这是最后一个可以跟他们交流、当面交流的机会了。是的。马上要邀请的是下一个团队的演出，是由我们秀林拉格德鲁古来带来的《记》。
alumu malumu kam sabatimu Asli sao semahudis Ulung kajing yo alumu malumu kam sabatimu Asli sao semahudis Ulung kajing yo Ngalumu malumu kam sabatimu谢谢，这是由我们邱国伟阿啾老师所指导的秀林拉贝德鲁鼓，也看到我们徐正伟县长以及我们李国成的组长起身来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的演出。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根比亚乐团为我们带来泰鲁格族德鲁古的舞马，本是格拉亚阿纳比达格努安永恒的印记。那这个舞马呢，主要是要呈现有泛纹面文化的德鲁古族从前的生活与精神象征，透过传统的乐器木琴、口簧琴，以及这个木琴、口簧琴，还有竹笛，也就是我们的猎手笛，来带给大家德鲁古的这个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根比亚乐团的舞马。Karena mensuai suku tabi mengeli Taida pesenang Suhu karena heita Kawai binaha Ia karena mensuai suku tabi mengeli Taida pesenang Suhu karena heita
kawai kawai binaha Iya kana mensewai suku tabi magani Kaila kisena Sukana hinaha kawai kawai binaha
Bangga. Kisah madu di Ketaan. Sang Gaya Telugu Misubu Badai. Lingui maku solayo, lingui maku solayo. Oh madu di Holisna. Lingui maku solayo, lingui maku solayo. Oh kena ledah, kena sayang. Kena sayang anak, kita kenuan, kita kenuan. Kena sayang anak, kita Moy Sumana， 看到了我们徐正伟县长，以及我们李国成组长，以及我们万荣乡乡长梁光明乡长一起起身致意哦。再次谢谢我们耿比亚乐舞团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同时也要来介绍我们刚刚来自这个秀林乡民代表王省当主，王代表，谢谢你，欢迎，以及我们花莲市民代表，我们肖明龙肖代表，欢迎，欢迎，谢谢。接下来要让我们掌声欢迎的是来自 VASA 东排湾青年歌谣队，要为我们带来排湾族100万的歌曲《马苏瓦古》，年聚情为。那小米呢是这个部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部落的族人呢借着这个小米的丰收呢齐聚在一起，来谢谢祖灵的庇佑，以及祈求明年呢一样会有好的收成。是的，谈到呢他们的团名为什么用 Vasa 呢？是因为呢，在这个排湾族语、东排湾族语意思是芋头，他们希望能够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齐聚所有的青少年一起为自己的族群文化来努力，来发扬光大。再一次掌声来欢迎来自 Vasa 东排湾青年歌谣团要带来的年聚情为。Masuk aku
Ula na tama igo ai. Hey ya!
马萨喽！我们这位县长和李国成组长也起身来致谢，谢谢呢，由我们范文凯老师呢所率领这一支曾经呢入围第29届的传艺金曲奖，也在2008年荣获了教育部第5届的教育艺术的贡献奖，非常精彩的演出。再一次谢谢老师以及来自我们巴萨东台湾的青年歌舞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花莲高工以及马大艺术横舞集 featuring Origin 起源剧团为我们带来绑架阿美族的演出《勇士之心：雄鹰与飞鱼之歌》，掌声欢迎。
adi hai ko putin. Mihakulong to timo. Oi! Matia ni babali no kararayan to kakaanan kita. Marasem malalok mapapadang kita bangsa. Bangsa tu lutu-lutukan atau liar-liaran marasem malalok mapapatan kita bangsa. Hai!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徐正伟县长以及吴成组长呢，在此呢也起身，向所有舞者来做一个，你们在最后谢幕的同时，来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出。紧接着看到的呢，是我们伊娜，我们身怀6甲的伊娜，献上祝福，投入妈妈的拥抱，爱你哦。还有我们的baby小勇士，阿来。接下来是部落的勇士，平常在部落里也要呢强健体魄，学习传统的技艺。勇士们一并在我们的舞台前方，再一次来谢谢所有与会的长官贵宾，还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雄鹰勇士，雄鹰翱翔在天际，用开阔的眼界和勇敢的心灵来守护部落。好嘞，谢谢。再一次谢谢由田林新老师所指导花莲高工马大艺术歌舞集以及 Orange 起源剧团带来精彩的演出。好嘞，谢谢。好，大家现在一定觉得非常的期待，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请现场所有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呢，来一起完成以下的事项，以便呢，待会大家都会有非常舒适跟宽广的空间可以共舞。那么在我们这个一起呢的行动之前，先看一下舞台的右前方，您的左手方有看到，也就是刚刚我们南岛家人、大溪地的家人献给县长的2套这个礼物，就是分别是大溪地的男女的服装各1套。我们今天晚上会在舞台上来跟做展示，那也请大家能够珍惜哈，不要尽量不去触摸。好，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马达故事之前，我们要先请现场所有的朋友来把我们的椅子拿起来。您现在所坐的椅子，我们先把它拿起来。是的，那可以跟随我们工作人员的引导。哎，对，还有您刚刚可能喝完的水瓶或是保特瓶，你的随身物品一并带走哈。然后呢，拿着椅子往后退。来，我们试试看哈，先一起往后退，因为待会呢，大家才会有更宽广的一个圆形舞台的空间呢，让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唱跳。那么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人数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在移动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哦，不要真的太快哦，免得说大家自己有可能受伤。对，然后今天呢有带着我们的宝贝一起来要共襄盛举的爸爸妈妈啊，也帮我们把这个娃娃先照顾好，或是有带领长辈的哈。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唱跳，如果呢跳着跳着你觉得马上要
进行的是马里古大了啊！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先把椅子呢起身，将椅子往后面叠了。好，随身的物品也要妥善保管。如果您身上有眼镜、手表或是一些水壶，比较重要的证件，现在先收妥，放在您的包包里。如果您身上有背上情人带，也可以放在情人带里。现在我们进行的是马里古大，也是呢在部落里的丰年祭的时候的一个传统乐舞。一开始我们都会有请头目来领唱，然后依序呢才会邀请大家来加入。那也请大家呢耳朵借给我们。现在进行马里古大的之前，请大家也先呢把自己随身物品准备好，保护好。稍后呢听着我们的邀请，再依序进入我们的圆形舞台中间。再一次谢谢大家。现在在现场有穿着传统族服，男士、女士都可以先行进场。而我们的县长现在也邀请了带领我们的女性贵宾，也即将要来加入到我们马里古大的圆形舞台上。现在请穿着传统族服，男士和女士先行来进场进行马里古大。穿着传统族服的男士和女性也可以进行到我们的圆形舞台周围进行马里古大。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徐正威县长所引领我们的女性的贵宾已经登上了我们圆形舞台，以及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民众请稍待片刻哦，民众请稍待片刻，来，民众请稍待片刻，请稍安勿躁哦。那大家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现在我们身穿传统族服的男士和女士，请先进场。所有的现场的乡亲，所有的家人，请稍待片刻，后续来等待我们的邀请。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是我们2023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的第3夜。
奇来平原之夜也是最后一天，相信现场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好朋友一定迫不及待。但是为了让大家待会能够尽情的唱跳，所以现在请先不要进场，等待我们后续的邀请，好吗？同时呢，也要保持与左右两边我们的朋友的距离，让大家待会在唱跳过程当中都能够非常的自在、非常轻松、非常的愉快。民众现在请稍待片刻，所有现场的民众请稍待片刻，谢谢您，谢谢您的配合。好，现在来到大家非常期待的时刻了。我们现在邀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马里古道。但是也要请注意安全，和我们左右的这个朋友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手牵手也要以舒适为主哦。我们现在就随着我们圆形舞台上头目以及现场还有这个贵宾一样，我们把手左右手牵起隔壁的左右手，来到花莲就是一家人。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夜晚。所以现在进行马里古大，让大家现在随着我们的节奏，随着头目的领唱，一起开始呢，逐步的踏并，手牵手，一步一步，随着我们的歌声走进今天非常美好的境界。嘿
头目们引领我们感受到了在丰年节传统的一个乐舞的美丽，真的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台湾美丽幸福的惊叹号，就是来自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化。谢谢所有头目的引领，让我们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呢，都能真实的感受到，也真实的感动。再一次 ，Alright， 谢谢所有的大棒 ，Alright。在稍后呢，要进行的就是呢，各位就是所有的主角们，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呢，让大家在尽情唱跳之前，再一次提醒大家，待会呢，大家手牵手跳舞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那个最舒适的距离，同时前后左右也保持一致适当的空间，而自己随身所带的饰品物品，可以把它收妥收好，眼镜、项链、手表等等。也可以放在你现在随身所背的包包或是情人袋。是的，那也因为我们现场的人呢，真的非常的多，毕竟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天的晚会了，所以呢，等一下大家在跳舞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如果呢，你感受到有一点点不舒服，也没有关系，可以稍微退到舞圈外来休息。喝口水，休息一下。今天要让大家呢嗨翻天，我们会连续准备有7支舞目，让大家好好唱跳。首先，第一支舞马，也就是我们扫多益老师所创作的今年的大会舞《南岛的故乡》，马盖巴汉，你来了，跳起来，挥起你的手。
Sakapahan, dunia roita, makapa, uulifita. Sakapahan, dunia roita, makapa, uulifita.第二首是来自2021年的大会歌，一曲《爱海洋》。
把情感不带来一样。接下来非常经典的大会歌《阿美恰恰》，来自2005年的大会舞。继续，简单的动作重复跳，保证大家一看就会跳的舞。阿美恰恰。是划船的意思了哈，阿美族要划船到外海，准备去捕鱼喽！祝大家都能够大丰收了。赛子的一类。
ku aming ilaw Maalaw ko kaluno kayo Atya ko kalron lang na Ayaw hani pati Maalaw ko tapino kayo Tarang ngaray Kupising ni pati Iwa iw ko tatal katang At suya-tuy ko paruhan Ramot sila Umatani pati Dalat suwak ako aming ilaw Maaraw ko patahaw no kayo Atya ko karoon no kayo继续，带大家来摇摆一下，摇摆纳鲁湾，来自2018年的大会舞。纳鲁湾，纳鲁湾，那咿呀那哟呀哦，哦纳鲁湾，那咿呀那哟呀哦，哦咿呀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咿呀哦哎呀。现在要带大家领略的是花莲呢另外一支原住民族，也就是太鲁阁族德鲁古，在感恩祭的时候呢，
会跳的大会舞《感恩颂》。这也是在2006年，民国95年，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的大会指定舞。让我们一起继续沉浸在优美的原住民乐舞当中。
来给自己一个尖叫声一下！继续，美好今天，反三位阿妮妮。
太棒了，太棒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快。紧接着来到今天的压轴曲目《海洋之歌》。这是2004年的大会舞，让大家感受原民乐舞的美丽。台湾幸福美丽的惊叹号，来自最美丽的原住民文化。感谢上苍，感谢祖灵，感谢大地的庇佑。让我们一起守护部落，庆祝年年都能大丰收！真跳绳！的时候呢，我们尖叫声一下好不好？我们都是一家人。交会的时候来尖叫声，欢迎回来温暖的家。亲爱的家人。
一步一步来，双手举高高，谢天，也感谢祖灵，感谢大地之母赐予平安丰收，尖叫声。好，各位家人，希望联合丰年节给大家力量，给大家充电，让大家在休假的时间能够到花莲来度过最美好、最得力的时光，让你带着满满的能量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回到你的求学的路上。米索西鲁巴奈哈纳乌里，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原民处独库处长及所有原民处的同仁，辛苦了，谢谢阿龙雷斯，谢谢我们所有的表演团队，谢谢大师弟表演团队，谢谢给我们所有指导的评审委员，还有所有共同参与联合丰年节筹划的所有的幕后的推手。我们更谢谢郑天才委员及郑天才委员夫人陪我们从头跳到尾，是不是给他们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最后，请大家感谢我们的警察局、消防局，还有我们所有的清洁尖兵，更谢谢所有的大家、所有的家人，因为大家的来到，让联合丰年节更加的丰盛，更加的美好。我们期待明年见。有点饿，请到美食区。如果你觉得汗流得很多，有点渴，请到美食区。如果你觉得来到花莲参加3天的联合丰年节，带点小纪念品回家，请到公益一条街。如果你觉得花莲县政府我们办得不错，给我们欢呼。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县长，谢谢阿兰、布盖、瓦奈，还有呢，谢谢大家哦，马萨鲁、米和米桑乌米娜，我们我爱十八来，谢谢，来邀请所有表演团队，现在和我们县长来拍一张照片。